是天堂。引动火石团表演。哦。哦，好。来，立功。哦，谢谢。各位同学大家好，那我们是联动火石团。那今天呢，因为很多学生都回去过帮爸爸妈妈过母亲节，对，那我们这5位同学呢，特地为了各位的母亲还有小朋友来带来这个带动跳，所以请大家就是给我们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。变心了，又是。太感动了，变心。这首歌的名字有你的地方是天堂，是一首非常优美的歌曲。那我们学生练了很久，好，母亲。母亲有一像月亮，散发出温柔的光。我们想一同的阳，依偎在你的身旁。母亲有双手。我的手掌，拍着我们飞翔。我们轻轻地唱，我们幸福成长。你的爱像月光，那么温柔又慈祥，在你的怀抱中是最幸福的时光。你的爱像月光，给我温暖和希望。有你的地方是天堂。你的爱像月光，那么温柔又慈祥，在你的怀抱中是最幸福的时光。你的爱像月光，给我温暖和希望。有你的地方是天堂。你的爱像月光，那么温柔又慈祥，在你的怀抱中是最幸福的时光。你的爱像月光，给我温暖和希望。有你的地方是天堂，有你的地方是天堂。你的爱像月光，温柔又慈祥，在你的怀抱中是最幸福的时光。你的爱像月光，给我温暖和希望。有你的地方是天堂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联动火石团带来的。好，那话就直接给热烈的眼神，就知道各位想学习这首歌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
三请贵姓的，请去